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6年2月1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2月1日 RTHK 新聞。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羅淑佩對農曆新年旅遊市道感樂觀，落實煙花匯演後訂房率上升。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對農曆新年旅遊市道感到樂觀，因為內地春節有9日長假，本港節目亦非常豐富和熱鬧，包括煙花匯演、花車巡遊、賀歲杯足球賽，新油麻地警署亦會延長開放時間。對於國家呼籲民眾避免到日本旅遊，他表示，在地緣政治下，國家政策或者其他地方的風雪天氣，一定程度上會令香港受惠。羅淑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農曆新年一般較少有大規模延長通關，今年煙花匯演在晚上8時開始。自從落實匯演後，酒店訂房有上升，不擔心有跨境交通的挑戰。至於生態旅遊方面，他表示，漁護署將在假期安排人手駐守熱門景點進行清潔和管理，旅發局亦會在網上主動發放人流資訊。羅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訪港旅客突破5000萬人次，因為活動將會增加，例如復辦單車節，並討論可否擴充舉辦馬拉松，亦會爭取更多大型體育盛事來港，例如網球比賽。又透露很多巨星希望在香港舉辦跨年演唱會。他重申，未來幾年酒店房間會繼續增加。對於康文署早前邀請有興趣的機構就轄下指定場地和設施提供增值活動提交意向書，羅淑佩表示，收到雙位數字的意向書，希望上半年公布更多消息，會考慮聘用中介公司協助統籌營運。我哋睇下呢則新聞撮要，新聞資料來自1月28日星島頭條。我哋嚟睇下標題先。標題係跨代運動助促進長者健康，專家教3大貼士善用科技帶長輩運動。香港長者普遍運動不足，日久坐逾10小時更會顯著增加認知障礙風險。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所有健康的65歲及以上長者，每星期應進行至少150至300分鐘中等強度的帶氧體能活動。要鼓勵長者走出家門，年輕人不妨善用科技，發揮創意，帶長輩一起運動，藉跨代共融運動，提升彼此身心健康與家庭關係。由香港都會大學進行的 Connect Active Program 研究發現，跨代運動能顯著提升長者的體能與生活質素。長者參與為期6星期，每周2小時，並附以手機 App 支援的長幼結伴步行後，在6分鐘步行測試的體能表現，以及世衛生活質素指標的評分，均有明顯進步。結果亦顯示，年輕人評價家庭關係的分數同樣有所提升。他們陪伴長者步行，不僅改善彼此健康，更能拉近兩代距離，促進溝通與互信，實踐兩代一齊喐，身心都有益。我哋又嚟睇下呢則新聞。新聞資料來自2月1日 RTHK 新聞。新聞標題係陳茂波跑步遇人生稱要了解自己目標明確並方向清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一個慈善跑活動致辭，以跑步比喻人生，指兩者都是要了解自己，掌握節奏，目標明確，方向清楚，不論狀態如何，都要調節自己到達終點。陳茂波在明愛之友慈善跑2026致辭時又提到，跑步要有信心和決心，即使中途可能不夠氣，感到疲倦，甚至不小心跌倒，都要為目標而堅持到底。他又說，跑步有時是挑戰自己，但更多時會和朋友一起跑步，又或者組隊比賽，形容10隻手指有長短，隊友速度有快有慢，狀態不同，應該好像社會一樣，以愛心互相扶持包容。陳茂波又說，今天天氣較涼，適合跑步，同時相信參與活動的人士心中會感受到溫暖。大家對以上呢3則新聞撮要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